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缅甸的军政府拜一时宣布讲，国家经济状态要搁再延长6个月，这也影响到本地8月要举行的国会大选，而且搁再宣布要赦免翁山书记部分的罪名，本地伊是爱关33年，即马会当减6年，但是这个政策宣布了后，有关是该软禁起来。缅甸军政府拜二开国防安全会议，决定原本伫7月底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搁延长6个月到明年2月7日。这代表官方进前答应伫8月份举行的国会大选会跳票。军政府理由是，国内反恐暴力继续摊开，对办选举不利，这已经是第4摆延长紧急状态。缅甸国营媒体也是报道，军政府赦免翁山书记被控的19项罪名当中的5项，刑期为33年减做17年。78岁翁山书记顶礼拜虽然为外交刷出来，不过依然被软禁。另外，前总统阮明也得到赦免部分罪名，不过这看起来让背罪犯，反对民众痛击未接受。军方正面2年半将设定后和平示威，必须反恐势力转做地下武装抗争。不过军方也用空袭轰炸放火烧村头，才暂无手段回击。英国媒体亲照反恐军电影观察，发现缅甸东南部克伦尼邦这城镇学校病院这设施拢被摧毁，连教堂也用要烧了了。And then they just do what they like. So this is what we are suffering from. We don't have freedom. We don't have opportunity, and now our place are destroyed, our villages are burned down, our churches even here, for example, is burned down. And who do that? Only the military. 唱伫缅甸各处侵占拿来的反恐军联合争取驻伫少数民族武装团体，说是愈战愈勇。因讲，因甲乌克兰共款，拢伫为下一代未来奋战。不过国际之间对缅甸实际帮助煞真少。They always say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ey deeply concerned. They strongly, deeply concerned. They use a lot of grammar words, but no action. So, yeah, we realize that we have to do it ourselves. We have to fight it ourselves. 在战乱当中受伤的反恐民兵，在暗暝被送去这简单的病院接受治疗。这妈妈抱头受伤的后生讲，伊无后悔和后生参加战斗，以后生为荣。讲到这，母囝2人拢哭啊。统计显示，政变以来超过3750个遗弃人士和军警杀害，将近24000人被抓。考试是军政府伫首都内比都起25公尺高大礼照互相希望争取民众支持。不过无论起到偌水，也无法度践踏太平。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价。